他说啊，那不那个参谋罗里啊，공감사회甚至需要접직도首先问候大家身体健康。那么今天是课程第5天了，大家听得到吗？好了，大家那样，가상 그런데 야, 걔가 제니 사대기在上一堂课当中，我们谈到印度的学者杰尼，那么他否定了就是有2位世亲说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他所依据的是是有一部叫做《阿毗达摩登论》，就是阿毗达摩迪巴，然后还有阿毗达摩俱舍论，它就是针对这2部论做了研究。那这2部论是什么论呢？首先，阿毗达摩登论呢，那么在西藏有一个夏鲁寺，是普敦仁波切的祖寺。这个夏鲁寺当中就有阿毗达摩登论的梵文的母本。当时呢是拉呼拉班智达带到了藏地，这位班智达是常常跟耿敦却贝在一起的，所以应该是由他这位班智达带到了西藏。那这位印度学者杰尼呢，就从夏鲁寺取得了这一部阿毗达摩登论的梵文母本，因此进行研究。但这个母本是残本，是有欠缺的，但他发现里面有一些记载，就是提到了俱舍论的作者，就是 Koshakara。就他发现登论有很多对 Koshakara 的一个否定，一个批判。那么最主要是有提到 Vedulika Satra， 就我们上堂课有提到，就他说这个作者有很多符合了 Vedulika Satra 的思想，但上堂课当中没解释清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12分教里面的 Vedulika Satra 的意思，就是所谓的方广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词呢，其实就代表了是大乘当中的方广教的部分。所以这个杰尼呢，就透过了这个俱舍登论，他发现呢，这个作者俱舍论的作者，他有很多思想是符合了这样一个方广的这些经教的一些用词，就有很多词很接近这样方广的词，因此呢很接近大乘的思想，所以因此否定了另外一个学者认为这个事情有2个的说法。那么他最主要
这个原因就代表杰尼就发现呢，透过这样的原因就证明说，他证明了什么？就是俱舍论的，他认为说俱舍论的这个作者其实是他有大乘思想的。所以之前那个 Four Warner 那个学者，他认为说两个世亲说法的这个人，他认为说写俱舍论的这个世亲新世亲，他是没有大乘思想的。所以呢，这个 Jenny 就借由这样的一个发现，就否定了有两个世亲的说法。所以这是一个补充哦。首先，这个跟大家说一下。那这个阿毗达摩灯论，它的作者是谁？但梵文母本中并不清楚，可能是一个喀切吕桑或者喀切吕桑的弟子所写的。有一些学者这么说，是这样推测的。那这是在之前课程的对于之前课程的一个补充。那么昨天呢，对于吴卓跟世亲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今天会讲一下他们两位之后。大陆边同美全西北接里啊，等你开把忙不起给空给站下边。在世亲之后，那么有很多人就为这是世亲他写的很重要的主要的一部著作，叫做《唯识30颂》呢，就撰写了很多的注释。同时呢，当时也就这个产生了很多在这种意见上的这种分歧，还有这种对立。所以因此呢，当时唯识瑜伽行派也就分成了几个不同的这种派别。所以在世亲之后，可以说有两个流派呢是最主要的，也就是唯识思想的主流。一个就是无相唯识派，一个叫做有相唯识派。那么平时呢，这个无相唯识派呢，也被称为叫做假相唯识。那么有相唯识派呢，也称为叫做真相唯识派。那么这个无相唯识派呢，它是从这个德会开始的，它是在公元420年到500年的这样子的一位论师，然后之后呢就传给了安慧，他也是在大概公元5世纪的这样一位论师。这个传承下来的就是无相唯识派，或者叫做假相唯识派。
再来第二个就是有相唯识派啊，他是从陈那开始的，他也是公元5世纪的人，然后他传给了吴信，也是公元5世纪的一位大师。之后呢，再传给了护法，他是公元6世纪的这样一位大师。那这个传承下来的唯识派叫做有相唯识派，也叫做真相唯识派。那么有相唯识派或者这个无相唯识派，或者称叫做真相唯识派或假相唯识派呢，这两个名称那么可以说最早是出自在哪一部经典当中呢？是出自在莲花戒的一部论点，是莲花戒呢，他对于极护的他所写的一部量论的这个注释书当中所写的。所以这个有相唯识还有无相唯识这样的用词呢，这样的称呼好像呢就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就开始有这样子的用法，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就是莲花戒所写的这样一个量论大书这样一个注释书中开始使用的。那么在这唯识的两派有相跟无相两派当中，首先呢，无相唯识派也就是从德惠开始的，然后传到安徽的这个流派他们的这个思想呢就被真谛就带到了中国，后来就创立了叫摄论宗。再来这个有相唯识或者说叫真相唯识，它是从陈那开始的，它呢就传给了吴信，再传到了护法这样的一个流派呢，他们最主要是由玄奘大师传到了中国。那这个玄奘当时是跟随着这个戒贤，而戒贤呢他就是护法的弟子所以总之是玄奘传入了这个中国，然后到了中国之后呢就成立了成为这个法相宗，然后兴盛一时那么以上呢就是最主要的这个唯识的两个宗派简略的讲说了一下。那么接着关于世亲之后有两位重要的论师，当然有很多重要的论师，但里面有比较重要的两位，我想简略的说一下。那么最主要的两位论师有哪两位呢？大家听得到吗？다 셈사별 화면 자처 니디 가르레 슈입니다. 제 생각에 사면 생각에 这个连路差大家可以听得到吗？所以这里呢要介绍一下世亲之后两位重要的论师。那么第一位呢就是陈那。
那么陈那呢，他是属于唯识瑜伽行派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唯识说都是会以阿赖耶识这样的思想为核心的。但是呢，陈那呢，他并不提倡这种以阿赖耶识为核心的唯识说，他主要呢是在说的是这个前五识再加第六意识。换句话说，他主要在说的就是前六识的，就是等于说他专注是在讲说这个以前六识为主要的这种叫做认识论上的这方面的研究跟这种讨论。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就有几部，比如说叫观所缘缘论等等，有这样的著作。那他很多的著作呢是藏文里面没有，只有在中文里面有，所以这些名称其他的就不多说。那么尤其陈那在佛教的这种叫论理学，就是因明学领域呢，他是做了很大的贡献。譬如说他做了譬如说他把这种叫做比论性的，透过比喻的这种的来论证的方式，改为这种演绎性的论证方式，还有创立了像九句因因的三项等等所以建立了新的因明这样子的新的论理学。所以然后他的著作当中很多跟因明是有关，譬如说因明正理门论、极量论等等。在他之后有一位叫法琛，是在公元650年前后，他呢就再次的把这个可以说陈那的这种新的因明，就是佛教的论理的这种论理学更加的可以说发扬，而且更加严谨的这样子去发扬，使陈那的这种新的因明呢变成更细致的一种因明学。所以陈那可以说是佛教的论理学的这样子的新的论理学的成立者。再来一位叫做吴信，他大概是公元5世纪的人，他的著作主要是有对于吴卓的《摄大乘论》的一个注释，这是一部很重要的注释，它叫做《摄大乘论释》那因为这一本可以说是对于世亲的《摄大乘论释》这一本释是在研究《摄大乘论》上可以说最重要的一部论点，不可以缺少的一部论点。那么除了上述提到这两位论师之外，还有其他几位论师，也就是那些有撰写这个为了唯识30颂写过注释的有10位论师，也叫做10大论师。事实上呢，除了这10位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注释者。譬如说在藏文当中就有有一位叫调伏天，他所写的一个注解。那这个注解呢，就是对于这个有一位叫安慧，他的唯识30颂释论的一部注解。所以总之呢，是有很多人对于唯识30颂有写过注解的。
那这十大论师的说法是中国佛教当中的说法，在藏传佛教当中比较没有这样的说法。那么总之一般来说呢，在无着跟世亲之后，我们说有陈那法称，说发展了这样的佛教论理，就是因明学。而且呢，他们也用这样子的这种因明学来解释唯识。而且玄奘当时在印度留学的时候，那可以说那烂陀寺就是整个学习唯识学最重要的一个重镇。在就是玄奘呢，他在这个印度学习的时候，当时呢就有这样的十大论师了，所以当时这十大论师为世亲的唯识30论颂，写了释论，而且各自的学说都已经弘扬了。所以玄奘大师到了印度那个时候，都将这些学到而传到了中国，而传承到现在。我们知道，那么这十大论师当中，首先所以按照玄奘大师按照他的弟子窥基大师的记载，有一个顺序那么十大弟子第一个是护法，叫做达玛帕拉，他是世亲之后呢最大的一位、最重要的一位论师。他大概是公元6世纪中这样一位印度的瑜伽行唯识学的重要论师，是有相唯识派的可以说集大成者，而且他是因明学陈那的这个弟子。陈那呢是他的老师，他出生在南印度，这里有他的地方，出生在印度哪里等等，城在哪里，这就不多说。他呢非常非常的聪明，然后天资聪颖，可以说是一位这个非常非常罕见这样子的一个杰出的一个人才。据说呢，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担任了那烂陀的校长，而且他带出了非常多优秀的弟子。就像前面说到过的这个戒贤，他曾经还跟这个中观自续派的一位论师叫清辩做过这种空跟有之间的这样的辩论，就是空有之争。但是呢，他们两人并没有面对面的这个辩论。那么总之护法呢，他的思想就由这个戒贤他的弟子就是玄奘就带入了中国，在中国弘扬，就成为了法相宗的整个思想的基础。所以整个法相宗的思想基础就是护法的思想。所以玄奘大师呢，他从这个他就撰著了一部很重要的翻译编译一本很重要的著叫《成唯识论》。他当时这部论呢，就是以护法的思想说法为主要的说法，为正说，然后再将呢10位的论师
对这个唯识30颂的不同的说法、注释，可以说糅合在一起编译而成的这样一本书，就是成唯识论。所以总之呢，这个护法的思想就被奉为是这个正说，然后来弘扬跟阐述。这位护法呢，他真的是非常的才华出众，但是呢，他英年早逝。他在一个叫马哈波底的寺院呢，就圆寂了，才32岁的时候就圆寂了。再来一位叫做德惠，他就是安慧的老师。再来第3位呢，就是安慧。他呢是无相唯识派的重要的论师，他和护法是同时代，他也和护法一样，这个才华洋溢这个才学出众。他不只是精通了唯识还有阴明，而且他对于小乘也是非常的精通。他也写过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的注释。那么这个在有关于这个俱舍论的注释呢，以前最早呢只有2部这个注释，但是当时呢安慧的这部注释呢并没有被翻译，是之后才被翻译成藏文的。当我们在看到这部安慧所著的《阿毗达摩俱舍论》的注释，跟有一位叫康贝的这个注释比较类似，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再做研究的。总之呢，安慧他所写的注释应该现在只有藏文，中文是没有的。那么还有安慧还写了唯识30颂的一个论释，这个在丹珠尔中有，还有中边分别论释书，这些呢都还有梵文本。另外还有只有藏译本的，就是安慧所写的《大乘庄严经论》的注释。他写这些注释的时候呢，他的方法很特殊，就是他都是逐字逐句的去做说明，而且是非常严谨的、很仔细的去说明，所以常常让这些读者呢容易理解。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学识真的非常的渊博，而且他在他的可以说思辨，他的头脑是非常的清晰的。再一位呢叫做清盛，
他呢大概与世亲同时哦，他也为世亲的《唯识30论颂》也写过一个略释。再一位是最圣子，然后再一位呢是净月。净月呢，他也是跟安慧同时。然后再一位叫做火辩，这主要是因为中文叫做火辩，所以我把它翻译这样子。他也是在文字注解上很出名。再一位是刚一位是智月南陀。那以上就是10位哦。那以上这10位论师呢，它也有分前后，一般说就是古跟今这2大派，就是古学跟今学这样2派。古学派呢是以解说无着跟世亲的学说为主的，譬如说代表人物像是安慧，他主要就是这个古唯识学派，倒不一定是时间的前后，而是主要在思想上，如果是以这个世亲学说为主的，就算是古学派；以无着世亲为主的，就是古学派。这也叫做古唯识学派，或者说唯识假象派，这都是同名词哦。他们的思想呢，跟如来藏学派呢比较接近。这跟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个中观他空比较像，但是不是完全一样也很难说。但是我们说中观他空，因为引用如来藏的经典而说如来藏思想，所以我们会说这跟如来藏学派接近。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就是在中文的文献当中特别提到，就是宝性论的这个作者die tension die minlia kunjo ge ge number ya wa shuwa ma to be yu la ma che che song ya ma de cha sa yu la ma sa de ta da di yu la men na lo te ya la me yu ka sa sta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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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 wa da de le dian xian ne na yu la ma che che pe ba是明大想的。那主要这一段是在解释说，这个宝性论藏文里面它的用词跟中文的宝性论的这个是翻译是用词是不一样的。总之中文呢，我们通常是这里用的叫做宝性论啊。那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说呢，这是中文的文献中认为说，这个宝性论这部著作的作者，他作者呢叫做监慧。那到底这个监慧翻译成藏文，其实就跟安慧翻译成藏文是一样，都叫 Lo Den。
所以这个监会跟安慧是不是同一个人，就也是值得注意。所以宝信论的这个监会跟这个唯识学派代表人物的这个监会安慧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也是值得我们继续去研究的。总之监会跟安慧如果翻译成藏文都是一样，都是落颠，落就是会，然后颠就是有安也有监的意思。当然新嘅我就特别嘅对于南点拿落来啊据那么的那基准强帮国别在被先进用着下的好吧。那么在还有藏传佛教也认为这个宝信论或者西藏刚刚另外一个名称翻译叫无上序论呢，那的作者是弥勒菩萨。那总之这也是值得研究的。所以这里再讲回来十大论师分为有这个古学跟经学两派。那么这个古学派就是刚刚说代表人物是安慧，那么再来经学派是主要是用因明学来推演阐述的用这样的方式的人。那最主要代表的就是陈那的弟子护法，他呢是那烂陀寺的住持，他也跟安慧还有清辩是同时代的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那这个护法他曾经跟清辩透过这个书信对于这个空跟有做一些争论。当时呢清辩呢本来希望说能够当面这个辩论，但是后来护法呢他就拒绝当面辩论。在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些文献认为说护法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圆寂了，在32岁的时候就圆寂了。但是藏传的文献来说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护法呢他其实很年长之后，他其实就进入这个林中去修行，就是后来我们很出名的一位叫做毕瓦巴，也就是这个道果传承的这个始祖。那么在达拉纳塔所撰写的印度佛教史当中有一个说法，还有一位叫比如巴，대략 화면 최경의 제래야 아는 공부 로마 수림 상비기 나년 저기 캠보암 로브지낭 护法之后呢，那么他的弟子就是戒贤，他就这个掌管那烂陀。那么后来玄奘到印度学习，就依止了戒贤。那么同时呢，玄奘当时呢也依止过有一位叫圣君2年，而且当时为了要学习瑜伽师地论，探究一些有关这个论的问题，而去了斯里兰卡学习。后来因为斯里兰卡内乱而没有前往，所以就停在印度，就没有再前往斯里兰卡。然后整个唯识学派呢，在这个月关这位论师的时候，
这个时代的时候呢，就开始在印度就衰微了。那以上呢，就是一个很简略的唯识思想在这个印度的发展，没有时间做太详细的说明。可能以后我想写一个有关唯识思想在印度的发展史，但是我们常常说有9种无暇，就不止8种无暇。我们说人常常有9种，第9无暇就是忙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忙，就是闲不下来的忙，就是第9种无暇。所以到底写不写得出来，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也没办法修行，也没办法学佛，也没办法写东西。所以我觉得自己完全就落入到第9无暇当中。所以常常我想写这个写那个，但总是不知道为什么忙了没办法写。总之呢，前面呢很简略的跟各位大家讲了一下唯识在印度的发展。总之瑜伽行派的历史我们就像前面谈到的，还是有很多地方它不是很清楚，而且你会发现学者之间的解释跟说法都不太一样。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只是可以说挑出一些比较确定的部分跟各位说。一般来说，总之瑜伽行派的整个唯识的思想这个理论，它是从这个无着的摄大乘论开始，整个有这个体系化了。而且无着呢，它也非常有逻辑性的，很善巧的，他把这样的三性说，还有这个阿赖耶识说，还有各种的这种唯识的不同的理论思想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建立起整个理论的基础。然后可以说唯识最重要的有3个方面，一个就是三性说，阿赖耶识说，还有瑜伽行。所以呢，这个就成为了大乘最殊胜的一个教法，是成为了大乘可以说教法的基础。接着世亲再把无着这样的思想继承下来，更把这样的新的世的这种新式的理论更进一步发展。所以可以说，这个后来可以说就在世亲的这样的弘扬之后这个唯识说，这样唯识的思想就真的成立。所以如果你想我们讲真的了解整个唯识的思想，它整个的基本精神在说的什么，就是可以从唯识20论、唯识30颂当中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世亲之后，我们说这个因明开始，因明学发展了。所以呢，在新式的理论还有这种叫认识论上就更加的清楚。然后再来还有又常常会跟其他学派甚至很多其他外道会有辩论争论。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时空背景之下，
所以呢，就让整个这个阴明学，因为他很强调这种辩论论理，阴明学的发展就更完整，而且是更独立的这样子发展起来。一般呢，我们都听说这样一个说法哦，就是吴卓呢是跟随弥勒菩萨，就是他到了兜率天，跟随弥勒菩萨，从弥勒菩萨那里得到传授这个唯识的教法的唯识的思想的。所以从这样子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出，其实弥勒论师哦，可能是真的实际存在的这样一个观点。那认为弥勒论师实际存在的一个说法，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吴卓在他写《摄大乘论》的时候，他就有引用，譬如说《大乘庄严经论》还有《中边分别论》等等。那所以一定呢有这个吴卓之前的这种所谓前辈继承的论点，而这些论点应该都有他的作者嘛，所以他也不会是没有名称的，所以一定是有一定是有他的作者的。而这些作者，我们通常都说是弥勒。因为呢，在历史上，为什么被归类为弥勒呢？因为在历史上，除了弥勒之外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如果不说是弥勒所写的，那没有什么其他的人可以说是作者了，因为没有在吴卓之前，没有人比吴卓更精通唯识了，更精通瑜伽行派的思想了。所以，任何吴卓之前的这种论著的作者，如果不称为是弥勒，还能说是谁？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这是说，所以这是一种说法，弥勒论师是以前真的有这样一个人，这是可以这样说的。不然呢，就也可以说所有的著作呢都是吴卓所写的，也可以这样说，也说得过去。总之呢，一位叫做弥勒的，他比吴卓还更精通唯识思想的这样一个人，认为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吴卓之前，这样的说法还是有原因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著作都说是吴卓写的好了，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种认为，假如就会认为说，这个整个瑜伽行派就是从吴卓突然开始出现的。但这样的认为呢，其实是有点勉强了。因为呢，在吴卓以前呢，就还有很长的时间呢，就有瑜伽师的这种传统了，而且这是很长时间就有这样子瑜伽师这样实修的传统。而这些瑜伽师，
他们又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就是从这个北印度的有部的系统而来的，从那样的教团、那样的僧团而来的。他们主要就是研讨阿毗达摩，但是他们也想要实践这个阿毗达摩的思想，然后所以他们接受了龙树所说的这个空性的说法哦，然后而实修，而可以说又成为了大乘的行者。所以他们在一直以来的瑜伽行的这种体系之上，他又确立了大乘的瑜伽行，所以就出来了后面的菩萨地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雏形啊。那么相对来说，没有加上这种大乘瑜伽行的，就是没有大乘空性思想的这种瑜伽行的，就变成了叫声闻地。那这种声闻地的思想或者说理论呢，也就是成为这种解深密经当中有一个叫分别瑜伽品的一个可以说核心哦，精髓。那解深密经是一部怎么样的经典呢？它就是把大乘的瑜伽行的实践的可以说唯识的观，可以说很清楚的表明出来的这样一部这个经典。所以一方面来说呢，刚刚谈到菩萨地这样的理论，主要讲的是大乘，所以也就是我们叫做含摄了，包含了大乘教法，也就是摄大乘的意思。所以这些可以说理论跟思想跟主张就被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吸收继承之后呢，到了无着的他就写了这个摄大乘论的时候，就完全的成型完整了。那之前我们谈到过，瑜伽行派最早它的前身是什么？是有部。接着什么呢？接着承认空性思想。在这个同时，就是他们实践空性思想的这样的同时，他们也可以说包含了小乘的思想，因为他们的前身就是有部嘛，就是小乘的思想。换句话说，所以呢，瑜伽行派它就是一个以包含了含摄了三乘这样子为宗旨的一个行派，一个派别。所以呢，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所以有声闻地，有声闻地的修持，又有菩萨地的修持，就有了这个瑜伽师或者的修持方法，就有这个瑜伽行或者瑜伽师的这样一个修持方法，也就成为了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这样的内容。好，接下来我们休息30分钟。
好，大家听得到吗？听到的话，请举手。他的呢，想了呀。好，接下来想了呀，的呢，把它学一下来比呢，这里是搞啥的？那么前面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唯识的思想在印度是如何开展的。那接下来我想谈一下唯识在中国的开展。那么在前面几堂课当中，那么很多次我提到了很多位著名的这个日本唯识宗的学者，所以可能你们听了之后会觉得，日本有这么多精通唯识的这样子的学者，所以可能就会想说，那么日本的这样的唯识的思想是不是直接从印度传过去传到日本的呢？并不是哦。这个唯识的思想就是从这个在日本从我所属就是这个日本就宗派来说，就是叫日本的法相宗。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个宗派来讲，唯识这个法相宗呢，它并不是从印度传过去的，它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我觉得首先应该要解释一下这个唯识宗是如何在中国发展，还有如何在中国有一些改变的，之后我们再谈在日本如何弘扬开来的。所以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唯识思想在中国怎么开展的。今天大概是讲不完，明天呢会继续再讲一下有关中国唯识思想开展的部分，然后明天也会谈到日本发展的部分，可能也会谈到唯识思想如何在这个韩国发展的。现在我们是称韩国，但过去呢，韩国有很多的名称，比如说很早它叫做新罗，后来又叫朝鲜，所以我们会谈一谈唯识思想它在新罗时代它是怎么样这个弘扬开来的。那么在之后会谈一下这个唯识思想是怎么样在西藏弘扬开来的。那么在中国这个唯识的思想分成有3个流派，也就是地论宗、摄论宗还有法相宗。那么接下来我会简单介绍一下3个流派他们是如何成立的，还有各自的学说是什么。
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哦，这是相关的一些经典是怎么样被翻译出来的。首先，我们说，这个在中国公元5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如来藏思想还有唯识思想哦，最早在中国可以说得到一个介绍跟弘扬的时候。最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位叫谭无事，叫做Dhammarakasa 这样一个大师哦，他是在385年到433年，他翻译出一个叫《菩萨地持经》。所以你看到这里，你看很清楚，就会讲到中国这些翻译的时候，那年代啊、哪里啊、谁翻的清清楚楚。但之前我们在谈印度的时候，哪里时间什么都不清楚。但你看，他是谭无事，他可是印度人，但他到了中国也变得清楚了。就是你看他的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情，翻译了什么经典都很清楚了。总之，这历史中国记载的是很清楚的。再来，同那个时候有一位叫求那跋摩，那么367年到431年，他翻译出一部叫《菩萨善解经》。那么这也是可以说菩萨地相关的这个经典啊，可以说不同的译本，菩萨地不同的译本，所以这可以说就是把这个唯识思想相关的文献啊，最早在中国的这个翻译的经典了。接着呢，还有求那跋陀罗，他在公元394到460之间翻译出《圣曼经》、《楞伽经》，还有《相续解脱经》。这个《相续解脱经》是什么呢？它等于是这个《解深密经》的后面2品。总之呢，大概这些刚刚谈到这几部经典是在公元4、5世纪这个时候，然后翻译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可以说唯识的思想这些唯识说的经典啊，就开始红传出来，翻译出来。那么接着我们谈到，在南北朝的时代，这里就是谈到地论宗，刚刚说有唯识的3宗，也就是地论宗。地论宗是大概是南北朝时代，这个时候有一个北魏宣武帝，在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当时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还有佛陀善多等等呢，这些论师呢，从印度来到了中国。当时呢，宣武帝就命令他们翻译出释清的十地经论，而且呢，他们还译出了这个宝性论、摄大乘论等等。我是东莞来查的下。喂，他怕的是的。呀，呀，
먼저 우리 남바리야 제 NTD에서 뒤주 야게 돌이야 교임래. 교내 대왕기 아니 통매의 인연의兄弟수. 所以因为这些论点翻译出来，在南北朝这个时候哦，所以吴卓世卿他们的这样的思想，他们的教学哦，才被介绍到中国来。我的熟悉，当然新嘅，到底后边全是三百三的个，红土后边原点上边个，在不能新鲜的杨家、啷个是为更多的，他把而且这时候，其中一位这个菩提流支哦，他也和这个求那跋陀罗一样哦，他还翻译出这个楞伽经，还有生密解脱经等等。所以总之呢，这个时候就是实地经论翻译出来，而且呢，当时翻译出至少有2个译本，就是一个是菩提流支的译本，一个是勒那摩提的译本。但是呢，其中这个流传比较广的，大家都知道的通行本就是菩提流支的，成为了这个通行本。那么，由于这个实地经论它可以说就是实地经的一部释论，而且它又讲说了阿赖耶识，所以它是阿赖耶识的这样一个解释，一个教说。所以它当时呢，在这个中国北方这样的佛教界当中，变成大家都想要去研究的一部论点，所以当时就形成了一个地论学派，所以就形成当时一个宗派，就叫做地论宗。균생 가르레스라 비미나 치순자 뱅기 캐바 어쩌 아니 지사도 어쩌 아니 지사되기 균생 숨기관에 아니这些 나요레스 那这个实地经论在当时会这么的兴盛的理由是什么？那么就有日本的一位学者叫做横超惠日，他觉得有3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实地经论呢，它是一个讲解了菩萨道的经典。那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北方佛教主要是以实践以实修为主的，有这样的一种风气。而这个实地经论当中又主要谈到的就是这种菩萨道的修持，所以很符合他们的这种实修的风气，所以他们很喜欢。再来第2个兴盛的理由是因为这部论是在解释佛经，所以它是一个解释经典的一个论点，所以它里面比较少是有这个作者自己主观的这种判断跟设计所以呢比较容易让人们信任这部经典。再来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呢这部论呢，它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印度当时最新的这个唯识的内容，唯识的思想。而且呢，可以说他把这个唯识最主要的，可以说这个佛教最主要的这样一个课题，就是唯识的这个思想，做一个很有组织的这种论述。所以这位日本的博士
学者就认为说，上面3个原因在《实地经论》会在中国弘扬开来。后来呢，这个地论宗它分裂成2个支派。一个叫做北道派，它是以道宠为祖师的这个北道派。再来第2个呢，是以这个慧光为祖师的这个南道派。那么这2派哦，他们在讲的教理内容有什么不同呢？那么北道派他们主要认为阿赖耶识是染污生灭的妄识，那南道派他们认为说阿赖耶识呢是无垢的纯净的真识。同时呢，北道派他也主张说，一切存在一切万法都是出生自阿赖耶识，所以他们一种说法叫做赖耶依持这样的说法。但是南道派却认为说，一切的万法存在是出生自法性跟真如，所以他们的说法叫做真如依持说。所以他们2者之间的说法是不同的，立场也不一样，所以相互之间呢，争论也是非常的激烈。其实有时候有这样的争论是好的，因为有争论，所以常常让这个真理更加的清楚，能够消除更多的迷惑。其实就像现在很多的学者，他们就会对于曾经过去的学者的一些结论或者他们的一些看法，他们会深入的去做研究，或者是做一些批判。就藏传佛教来说，那么各宗各派之间也会有这样子相互的一种这种争论。那当然比较不好的就是语言上如果用了这种不好的语言，那就不好了。很多时候用词呢，如果会让人伤到别人，或者说会让别人会觉得怎么这是在好像有在轻视或者有伤到对方，这样就不好了。所以呢，常常我们语言是要如理如法的这样子的语言，而且心中是要带着动机是要互相帮助，让这个真理更加清楚，这样的一个心来辩论是比较好的。但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藏传佛教之间的争论，有时候好像就是要把别人说到错到不行，就是要把别人说到他完全是错误的。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世间上来说，不可能没有人是没有过错的。虽然我们说佛陀是这个完全没有过错，具备一切功德的，但是我们说讲到凡夫吧，不可能有人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总是要去找别人的过错，看别人的这种过失的话，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这对我们的思想的进步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
对我们的智慧的开启也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当然，互相争论、互相的在思想上的这种辩论是好的。我时常这样想哦，就是说，像宗喀巴大师，他在中观的思想上，他有许多可以说创新的，可以说跟过去的祖师不同的一些看法，所以也造成了许多其他的教派的大师的不认同，也有很多其他大师的一些这个驳斥。但是你看到后来宗喀巴大师的教法，或者我们说格鲁派的教法，反而就是因为别人的这样子的驳斥，反而变得更加的广大的弘扬开来，而变得更有自信、更有信心的开展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争论是好的，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再回来讲这个唯识思想在中国的开展。那么在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社会形势，还有当时整个中国佛教界的情况啊，就是说在当时这个南道派里面的祖师啊，就是这位慧光，他当时呢是可以说他是南方啊，是这个第一流的我们叫做学匠，而且呢他在整个佛教界来讲，他是掌握了这个佛教界的这种可以说僧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叫做国统。国统这样僧官的这样的地位，所以他在可以说政教两方面，他的影响力都很大。所以据说呢，他也跟随这个佛陀跋陀呢，受了这个大戒。而且呢，他也就精通，他也因为研究戒律就精通这个戒律，被称为叫做光统律师。那他就成为了这个中国佛教里面我们叫四分律宗的开山祖师。同时呢，他也精通什么呢？华严、涅槃、维摩实地，还有地持等等这些经典。那么在慧光他的门下呢，据说有10位这样子的大德，像是有法上、僧范、道平等等，这几位都是他比较有名的这个弟子。所以总的来说呢，在南道派里面这个人才是非常的多的。所以在魏齐这个时代这个教法它是非常兴盛的。所以相较而言呢，在北道派呢，祖师是道宠，他的弟子呢就有像僧修、法纪，还有但离等人。那这个北道派的祖师呢，道宠呢，他曾经跟随菩提流支呢学习了十地经论3年。那很多后来有非常多的人呢，也因为根据了他的讲义根据了这个道宠他的讲义，而这个得道开悟的人也有上千人。
但是呢，比较遗憾的就是说，后来这个北道派呢，慢慢就失势了，他就慢慢的被之后的社论宗吸收了。那后来南道派呢，反正就继承了这个地论宗的这个，成为了这个正统，所以就从这个六朝兴盛到这个隋朝，然后一直到隋末唐初的时候呢，这个南道派呢也最后被社论宗跟华严宗吸收了。上面呢就是三宗当中的第一个地论宗的大概的情况。再来第二个呢就是社论宗。那么中国呢翻译有4位，最主要的叫翻译四大家。那么第一个就是鸠摩罗什，那他并不是这个汉族，然后再来就是真谛，那他是印度人，再来是汉族的是玄奘，再来是不空，他也不是汉族，他是从斯里兰卡过来的。当然也有说不空说成是意境，有不同的说法。总之呢，这里在谈这个社论宗啊，就是翻译4大家里面的其中一位就是真谛。他呢在梁武帝的这个迎请之下呢，在太清2年，就是公元呢548年，他呢就到了当时梁朝的这个首都建业。当时中国是在一个动乱，所以呢他也就在四处可以说流浪，也同时他也完成很多翻译。他翻译了什么样的经典呢？譬如说翻译了《金刚般若经》，还有等等很多经典。然后论点他也翻了《中边分别论》等等，还有很多唯识的论述。其中他特别去四处在这个教学俱舍论，还有摄大乘论。所以在续高僧传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说，自地来东夏，虽广出众经，偏社论为宗。那这一段意思就是说，这个自地就是真谛，他来到了这个中国之后，他虽广出众经，他虽然翻译出很多的经典，但是或者说他虽然广弘很多经典，但是他主要是以社论为宗。
社论主要就是指的是以这种唯识的思想为主，尤其呢，在他翻译出吴卓的这个社大乘论之后哦，可以说唯识的思想啊，就更具体、更有系统的这个唯识的整个教理啊，就被传到了中国。而且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根据詹蒂他写的这个社大乘论的一个解释哦，就是社论释，所以唯识宗派另外一个唯识的宗派叫做社论宗就成立了。真谛他有很多的弟子，他有慧凯、法泰、僧宗、法忍、道尼、曹比、智教等。其中呢，一位叫做慧凯，是这个真谛哦，他最可以说最疼爱的一个弟子。他呢特别会讲这个俱舍，但是很可惜的呢，是他比真谛呢还早这个圆寂。所以当时真谛呢看到慧凯这个圆寂之后，他也非常的难过。当时呢，真谛呢就叫他另外几位弟子，就是叫了道尼还有智教等人哦，就到这个慧凯的这个灵前，就要他们这个发誓，要发什么誓呢？要他们发誓说，你们要弘扬这个社论，要弘扬俱舍。其中呢，这个道尼呢就一直待在真谛的身边哦，就一直侍奉到真谛到最后，到他圆寂。而且呢，他弘扬这个社论呢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后来呢，他也依着这个依敕哦，而就住在这个长安的大兴善寺。当时呢，在中国的北方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叫做废佛的这样子的一些动乱。当时有这个灭佛的一些这种动乱，像是北周的这个叫排佛灭佛的情况是574年，北齐那个时候排佛是在577年。总之呢，当时北方的很多这些佛教的这些修行者学者，他们就因为避难到了南方，所以就到了陈朝。所以平时呢，它其实南北方互相并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接触的，但是因为动乱的关系，那么他们就来到了南方。他们也因为北方学者来到南方，所以有机会就接触到这个社论，而且开始研究。他们以前在北方是没有学过这个社论的，来到南方才知道哦，社论原来是这么的大家都在学习。所以他们到南方学了社论之后，后来回到了北方，又再次呢弘扬了这部论点。那这个社论宗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第一点他们把阿赖耶识认为说它里面有真也有妄，它是一个真妄合合的这样的一个心事。
第二个呢，就他们认为还有一个第九世，这是在第八阿赖耶识之上，还有一个纯净无垢的第九世，它叫做阿摩罗世，也是一般说叫无垢世。所以这是摄论宗的两个特点。所以这个在这个教派呢，当时是很兴盛的，但是到了唐代法相宗兴盛之后呢，它就开始快速的衰退了。那以上是对于摄论宗一个简略的介绍。那么法相宗第三个法相宗，我想明天再做介绍。那大家俩，다 공도시면 난신기 아저지 가수에 다다 좀빌리야 지 티젠기 유번진게 那我们现在大乘佛教主要有像是在我们说佛教有北传，佛教里面有中国、日本、韩国算是北方，然后大乘里面还有一个是藏传佛教，就是在这个西藏地区的。那可以说在上面这些地区里面，可以说唯识、中观的思想这个传承都有。然而唯识的思想在可以说藏地呢并不是特别弘扬。当然虽然在宗派就是讲到了宗派里面的时候会提到唯识，然后在现观里面的了义不了义的时候也会讲到唯识，但是并没有真的有人说我是唯识宗而这样子来说。但是其他这个你看地区呢，他们是还有唯识宗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藏传佛教可能可以学习的地方。不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井底之蛙。这个青蛙在井里待久了会觉得世界就这么大，就只有这口井这么大。哪一天当他看到了外面的大海，他就吓死了，因为他没看过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是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吧。所以如果我们总是讲的都是我们传统的一些看法、一些说法，大家嘛，我呢，这因为哈国的山呢，差多几啥，是吧？差多几啥？大的杨参参兰州没有呢，这是落了马上的切切，人马给呢。运气好的话，听到别的宗派说的跟我们一样，我们会觉得还说的一样，甚至还有一点嫉妒。运气不好的话，说的是我们没听过的，我们还会觉得很生气，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心量要开阔一些，
因为学海是无涯的。我们这个口中也会说嘛，这个菩萨的要学的是无量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不然不要总是想着说想要否定别人啊，就是不想接受新的知识，封闭自己，然后否定别人。那我觉得这是很封闭的一种情况，那这样是没有办法进步的。如果真的想要进步，就是想要比现在更好一点的话，方法其实就是要打开我们的心，去接受新的一些东西。尤其如果想要去学到其他宗派的经典，我觉得第一步是要学习语言。那么对于喜马拉雅地区的我们种族，或者像不丹地区的我们的僧众，大家也都是会一些英文的，当然是不是很精通这我不知道，但是 Hello 啊，吃的喝的日常用语是英文是都可以的。但是日常用语的英文程度对于经典的读懂是不是有用还不一定，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加强语言是很重要的。所以真的为了要这个首先第一步要好好学习这个语言。过去16世房在隆德寺的时候，他跟这些喇嘛跟主古跟所有僧众啊在学英文，他不是很高兴，他们学英文。那我觉得16世房这样想也是没有错的，是因为他在强调的是我们他要提醒我们的是为什么要学习英文，或者为什么要学习其他语言，这个动机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动机很清楚，是为了要好好学习其他，比如说其他这个语言里面的这些佛教的思想的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非常好的。不然如果我们学习其他语言的目的就只是吃的喝的，或者说学了这个英文可以到国外可以广度众生，说的好听广度众生，或者说拿到更多红包，那就不太好了。因为其实生命是很短暂的哦，那要学好一个语言它很花时间的，所以真的要想清楚，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做的一件事情，那真的就得要有很清楚的动机跟目的去做。所以总之为了清楚的目的，学好语言是很重要的。尤其在佛法的研究上，有些语言是必学的，一个是中文、梵文、巴利文、藏文。很多人是这么说，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那这几堂课提到很多日本学者、欧美学者的内容，他们都会，当然英文嘛，会梵文、巴利文，很多也都会藏文，所以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他们都是直接去看梵文母本。我们很多时候在念咒的时候，咒都念得不清不楚的。其实
藏族都有如何念诵咒语的这些经典，但我们也不在乎，也没怎么去看。就拉萨的念咒的时候有拉萨音，康巴人念咒康巴音。那当然，咒语密乘以信心为主吧。但是，别说好好学梵文，连咒都没念清楚过。但现代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你可以说各种资源都很丰富。你看过去的翻译者吧，译师，不像现在啊，有这么丰富的你说字典啊，或者说这种网络，你可以在 Google 上去找资料。没有很多这些翻译的工具，但是你看那些古代的译师，还是翻译出这么多的经典，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效法的。他们真的是不顾性命的，这个不顾这个总之就到印度去求法，然后去学习这些语言，然后去做翻译。有时候而且翻译出这么多的经典，有时候想想真的不可思议。这是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效法的。不然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到这些古人，我们就觉得哦，他们把他们当成一个神话天人去恭敬他，他们太了不起了。然后会觉得啊，我们真是罪恶深重的人呐，我们业力深重，人家可是这个的这种这其实也落入一种懈怠，就是自轻的懈怠哦。其实过去的这些祖师大成就者，没有一个人一生出来就是成就者嘛，他们也都是从凡夫好好开始修持的。好，不多说了，就讲到这里。先的。
soi karma pa ja yue chen le she de